自我，硬漢子拼出一身刺，流汗血盡赤心，追尋大意義。喺上個月嘅23號，馬鞍山嘅綠巢山發生山火，整個山頭大片林木被燒毀，好彩當日冇造成任何嘅人命傷亡。今次被山火焚燒嘅範圍相當大，對生態環境所造成嘅傷害亦都相對嚴重。山火所燒毀嘅唔單止係林木，亦都係好多野生動物嘅棲身之所。所以大家唔好以為而家唔係秋冬乾燥天氣就掉以輕心，認為唔會咁容易發生山火。一棵樹嘅成長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嘅時間，但係要燒毀一個樹林就可能唔使1個鐘。所以我哋希望透過今集嘅節目提醒大家，千祈唔好胡亂生火，要好好保護我哋大自然嘅珍貴資產。山火係大自然嘅敵人，會破壞自然生態環境，令野生動物無處棲身。而山火燒着咗草木之後，可以導致土壤侵蝕，仲會直接威脅人嘅生命同財產。雖然山火可以由自然而引發，但係其實絕大部分呢都係由人為疏忽而導致嘅。喂，堅哥，堅哥，等我睇下你買咗咩燒烤包先，有冇買我最中意食嘅雞翼同埋鰻魚啊？有啊，仲有你最中意食嘅雞劈劈啊！係，堅哥，你對我真係好嘅啫。行啦，又話今日趕時間。喂，係咧，做乜今日阿神咁早約咗出嚟行山燒烤啊？頭先啊上山嗰陣時候啊，咪有個燒烤場咯，使乜行啲咁嘅路啫？呢啲啊，幾多碎石啊？堅哥係咁嘅，晏啲咧我去掃墓，都係喺附近嘅咋。你知啦，我最怕拜山呢家嘢噶嘛，唔係話我驚乜啊，拜山啊嘛，一年一度喎。琴日嘅嘢啊，我爭啲唔記得啦。更何況啊，1年前喎，我點記得啊？祖先個墳喺邊度啊？一支公行入去揾啊，好失落噶嘛！失落？我話你失魂之真啊，連自己啊祖先山墳喺邊都唔記得。誒，咪住，你唔係諗住要我陪你一齊拜山啊？係啊，堅哥，你份人啊唔單止好啊，仲好聰明添啊！古惑仔啊！話你冇膽唔好膽啦，先斬後奏。所以啊，我咪一早約你嚟啊，等大自然洗滌下我哋心靈咯。洗滌心靈，洗叉先啦！依家仲有啊，揾個靚位啊，堆幾個大石啊，起個靚爐啊，慰勞下我先啦。係嘅，係嘅，今晚飲應我嘅。跟住啦。喂，堅哥呢度好冇啊？啊，你中意啦。等我執幾嚿石翻嚟透爐先。
啊！啲炭唔通濕嘅，點知又熄嘅？喂，點啊？你透咁耐都唔着嘅？啲炭啊，唔知係咪濕咗啊？又話自己以前係童子軍透爐冇難度，你睇下你透成頭汗啊，一啲火都冇。你好熱咩？係啊，我而家好熱啊，同埋好興添。又冇火，你興乜嘢啊？睇過。哎呀，你個 pat pat 啊，爭啲着火啦，仲有一陣燶味添啊！唔係啊話火燒後欄，哇！邊個咁衰抌啲未熄嘅煙頭喺度？唔怪我啦，咁鬼興啦！啊，點解會有煙頭響度咧？誒，嗱，謎底解開啦，兇手都揾到啦。睇下頭先咧就係着橙衫呢個人啊，亂咁掉啲未熄嘅煙頭喺度啊！哇！啲人咁冇公德心嘅，燒着你 pat pat 事少啦。哇！如果引致山火啊，咁啊大件事啦。都唔知使唔使睇醫生添啊！醫乜鬼啊？醫咗5秒先啦。啊，快啲啊！又趕時間。啊，仲有啊！我哋一陣燒完之後咧，要整熄晒個火啊！你知啦，山火無情啊！用乜嘢燒埋啊？我哋走嗰條路啊！係喎，喂，咁快啲啦！喺每年嘅10月到第2年嘅4月，都係山火頻繁嘅季節。就好似之前馬鞍山嘅綠巢山就發生咗一場山火，焚燒超過20小時先至被撲熄。另外，好似堅哥佢哋咁，如果郊遊人士喺郊野公園隨意生火，其實已經違反咗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，違例者可以被檢控，罰款可以高達25,000元，同埋監禁1年㗎。山火好多時候都係喺乾燥季節發生，漁農自然護理署已經喺郊野公園設置咗火災危險警告牌，去提醒郊遊人士發生山火嘅危險指數。而漁農自然護理署已經喺指定嘅郊遊地點設置燒烤爐，減低郊遊人士隨處燒烤引發山火嘅機會。喺度提提大家，記得自己嘅垃圾自己帶走，特別係近期因為疫情關係，多咗市民郊遊，好多用過嘅口罩、消毒紙巾等等呢一啲以前喺郊區少見到嘅垃圾，而家都隨處可見。隨意抌垃圾呢啲欠缺公德嘅行為，除咗會令病毒更加容易傳播，影響身體健康之外，亦都會破壞香港郊區美麗嘅自然生態環境。特別係而家全民抗疫時期，大家就要更加注意衛生啦。而另外，漁護署因應2019冠狀病毒嘅最新情況，需要減少公眾嘅社交接觸。轄下郊野公園嘅所有燒烤地點及露營嘅地點，已經喺3月28日下午6點起關閉14日，直至到4月11日下午6時。為咗要降低感染嘅風險，大家最好都係多啲留喺屋企，少啲出街啦。轉一轉另一個同山火相關嘅話題啊！喺清明節期間，相信唔少市民都會按照傳統習俗到先人墓前拜祭，同時亦會燒一啲金銀衣紙俾先人。如果大家焚香燒衣嘅時候冇注意安全，有機會引致山火㗎。冇錯啊！根據消防處2019年統計資料，香港每年平均發生1000宗左右大大小小嘅山火，而當中有部分涉及市民唔小心棄置香燭、冥鏹或者蠟燭而導致。所以喺下一節一返嚟，我哋會同大家探討相關嘅問題。哇！變成咁嘅，明明呢度附近㗎，又唔係好似喎，究竟去咗邊呢？點啊？指意你啊死鬼得啦！年年都係嚟呢個山，咁都認唔到。唉，都唔知咩習俗嚟嘅，自己揾個地方拜下個天咧，就話拜咗山。
咩話？喺邊度啊？冇，我話咧雖不中亦不遠，就到噶啦，就見到噶啦，啊行啦。小心啊！咪住，喺呢度啦，嗱，不過啲雜草多得滯，遮住咗嘅啫，係呢度噶啦。喂，阿玲，咩話？3缺1，我拜緊山喎。我唔係一個人，指明陪我。唉，咩24孝男友啊，基本嘢嚟嘅啫。咁你阿強唔係咁嘅咩？咁好啦。如果好似舊年咁，搵個次次啲嘅地方去拜，咁娟娟咪可以講得到去打麻雀咯。其實拜祭呢啲嘢最緊要係人到，祭品到啫。唉，算啦，都搵唔到咯，就咁喺度拜啦。你點咗香燭先啦。哦。明明有 gas 㗎，都打唔着嘅。好彩仲有火柴。唔着嘅。又唔着。着啦！哎呀，你點做嘢㗎？化寶盤又唔帶嚟，舊年又係咁樣，成座山啊，爭啲俾你燒晒啊！份人啊，硬係唔識吸取教訓㗎。娟，好似係你負責攞化寶盤㗎噃。嗱，你睇下你等到成地下都係火柴，你係咪想多2隻燒豬做祭品啊？唉，冇計啦！睇信佬話我，如果錯過咗呢一次姻緣，就要再等30年喎。唯有繼續做忍者啦。娟啊，都係我唔好，我唔記得帶化寶盤嚟嘅。好，等我清咗雜草佢先，等佢唔好棘親我啊，娟，順便咧可以騰啲地方出嚟咧燒啲冥鏹。你又死唔死啊？成條軟皮蛇咁，嗰度啊，清乾淨啲添啊！係得，仲有啊，睇唔睇到？得，我指嗰度，你係掹第二度。係，我錯。清乾淨啲添啊！而家好似舊年咁樣啊，燒盡啲嘢。睇完頭先嗰2個片段，呢4個人根本就唔識愛護大自然。等我提醒下大家啦，郊遊人士切勿拋棄未完全熄滅嘅火柴同埋煙頭。喺掃墓嘅時候，喺燃點香燭冥鏹之前，應該先將四周圍嘅雜草清除，並用化寶盤進行燃燒冥鏹。另外，亦都唔好燃放孔明燈，因為佢哋有機會燒毀樹木，危害人命同埋財產。最後，如果遇到山火，應該保持冷靜，立刻離開現場及致電999求助。信用卡因為遺失而被盜用呢一類型嘅案件，我哋都報道過唔少。其實只要事主及時去報失，就可以將損失減至最低，而賊人亦都得物無所用。不過以下呢個個案就比較特別啦，賊人竟然可以用事主已經報失咗嘅信用卡去開展下一個行騙過程。究竟手法係點嘅呢？一齊去睇下。現時唔少市民都會選擇用信用卡去消費，因為信用卡可以避免攜帶現金所帶嚟嘅安全問題，有時仲可以享有唔同嘅消費優惠添。不過大家喺享受信用卡帶嚟好處嘅同時，亦都要承擔相關嘅風險。如果信用卡被盜用，分分鐘得不償失啊！我叫 Johnny， 送外賣係我嘅職業，唔經唔覺都做咗幾個月咯。唉，而家真係越嚟越難做啊！開支又大，再咁落去真係唔知點算。不過我會努力嘅，我會俾心機揾錢。我相信明天會更好嘅。
係溫溫餐廳送餐啊？啊，係啊，你係黃小姐。係啊係啊，幾錢啊？啊，60。得啦，唔該晒。咦，有張信用卡喺地下嘅。張卡嘅持有人姓黃，似係女仔名喎。唔通係頭先個黃小姐跌咗嘅？俾翻佢先。唔係喎，我攞張卡去買嘢，其實冇人知㗎。買嘢唔使錢喎，正。咁樣攞人張卡去買嘢唔得㗎。你想執到寶，問天問地攞唔到啊！去啦！咦？有信息話張卡碌咗錢嘅？嚇！我張信用卡去邊啊？唔係啦，報失先。先生，你張信用卡用唔到喎，或者你用現金付款啦。我唔要啦，唔該。係。你去咗邊度？去咁耐？個地址難揾啊！呢度好多嘢等住你做㗎。哦。知唔知啊？快啲去做嘢啦嚇！哦，知道。都唔知你做乜嘢。伙計啊！啊，係。唔該，你埋單啦。哦，好啊，等等啊。先生，多謝你300蚊啦。啊，好，唔該。你哋收唔收卡㗎？我哋收嘅。咁我俾卡啦嚇。等我一陣啊。好。咦？個客張信用卡同頭先我用嗰張一樣嘅。如果用之前嗰張信用卡同呢個客嗰張卡調轉，咪可以買頭先部機咯，叻仔！先生埋咗單㗎啦。唔使簽名㗎。哦，唔使㗎，我哋用電子感應支付㗎。哇，咁方便啊！係啊係。唔該你話。多謝你，多謝你。球哥啊，係做乜事？唔好意思啊，我突然間有啲唔舒服啊，我需要睇一睇醫生，轉頭就翻㗎啦。我頭先好精神㗎喎你。就係唔知點解突然間唔舒服咯。我去睇醫生先啊，拜拜拜拜。真唔係啊，後生仔咁鬼孱嘅。市民喺進行任何信用卡交易嘅時候，都應該要小心觀察整個嘅交易過程。而交易完成之後，應該要核實俾翻你嘅信用卡係唔係自己嗰一張，然後再將信用卡放喺安全嘅地方，以免俾賊人盜去。另外，如果大家嘅手提電話突然收到一啲信用卡交易訊息，而你又唔知道交易詳情，就應該要即刻致電發卡銀行查明原因，以免俾賊人繼續盜用你哋嘅信用卡。最後，如果市民有懷疑，可以致電警方嘅反詐騙協調中心、防騙2182222熱線查詢。
全球疫情持續，目前由外地抵港人士而需要強制家居檢疫嘅，都會獲發電子手帶。如果市民喺街上面見到戴咗呢類手帶嘅人士，想舉報懷疑有人違反檢疫令，可以致電1823或者各區警署報案室。今集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，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